你不要鼻孔对着我好不好？你干嘛？我老感觉你这里或者哪里不对劲，哪都不对劲。你又咋了？你不要吓唬我，给你打个 PK 还不够医药费的，你干什么嘛？老吓唬我！你是不是有点抑郁症？你是不是缺什么东西？你咋了？是不是几天没有碰到男人了？要不要我从这里给你寄几个男人的袜子呀？贴身衣物给你送过去，你闻一下那些气味，你会好一点。你这眼睛泛红，我感觉你要吃人的节奏。你要不要跟我打 PK？ 你好，你要跟我打 PK 吗？能不能不要一直1分钟不要说话？能不能求你了？你看你，这一辈子我让你后悔。对，等一下，对，哦，天哪，哎呦，好可怕！蓝牌，啊！吓死我了！好可怕，吓死我了！你要吃人吗？你要吃小孩吗？你好坏，你吓到我了，我还是个小女生。你这样子吓唬我不太好。Madame是 tuba 吗？那是什么？哎呀我也在想，你也不可能Madame的 tuba 是不能给我去买噻。我们要打 PK 吗？你输了我军训你。对面是你的老公，对面是你的老婆吗？对面是女的吗？别说，对面我不想听你的声音。别说话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 Q 还是 S， 来，我不知道。你说我军训你4分钟血条少不说话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家小散票走一走，我把他军训一把，我让你们开开心心的。